要老人痴呆症患者按時服藥有好多困難，有一種新嘅貼劑可以幫到佢哋。老人痴呆症患者唔單止容易唔記得食藥，即使係有專人照顧，亦都往往唔肯食藥。呢間專門照顧老人痴呆症患者中心職員話，唔少老人家都好驚食藥，唯有諗下計。佢哋梗係唔中意食藥啦，一擺咗落個口度嘅，知道苦咧就會掠翻出嚟咯。咁我哋知道咁嘅情咧，就會將啲藥揼碎佢咧，就撈落啲飯度俾佢食啦。咁或者係開杯奶啊，開杯華田咁撈落啲奶度，咁佢飲落去就唔覺得係食咗藥咁樣咯。其中一種常用治療痴呆症藥物嘅藥廠最近推出貼劑，每日只需要貼喺患者嘅皮膚，藥力就會滲透，一日換一張。醫生話貼劑除咗方便咗照顧患者嘅人士，咁亦都因為藥物唔使經過腸胃，減低對腸胃造成嘅不適。有時口服藥個唔好處咧，佢呢隻就嗰個副作用大啲啦。咁變咗咧，好多時我哋唔可以達到嗰個治療嗰個嘅份量嗰時候咧，病人已經可能話因為唔舒服咧係唔想食，或者咧佢只可以容忍到即係一半嗰個份量，唔可以達到咧就係即係最高嗰個份量嚇。醫生話使用貼劑嘅副作用減少，咁就可以加重劑量，增加治療嘅功效。咁但係貼劑有可能對皮膚造成敏感，而如果甩咗就會失去功效。醫生就建議可以貼喺一啲患者雙手難觸及嘅地方，例如係背脊咁樣。無線電視記者劉子欣報道。